有关问题，因为胃道落落病毒，身体无拄好，休克了工拢无公开出来，一直到昨昏才讲到防疫的立场。伊讲到伊逐项代志拢是顺，但是中不离个台北市市政府无公开防疫旅社的所在，和过去公开透明的原则是无共款。结果煞引起到台北市市议员王世坚警体，美讲关问题根本就是已经走进去啊。今天还有在拉肚子吗？没有。有去看医生吗？我们家很多医生呢。病已经好甲差不多啊，柯文哲总算是现身啊。随解说防疫旅馆选择无要公开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其实我是主张从头到尾公开的。那如果到现在一直中央不想那么透明，那这样我们就不要自己搞自己。我们只是一个承办单位，如果有9个县市啊，这个就不是我们自己片面决定了嘛，这个就真的只要顺时钟了。不得已顺时钟，随和议员王世坚搁一摆来甲呛。你要顺时钟或者逆时钟都 OK， 你身为首都市长，你自己决定，但是你不要走中，不要在那边嘟嘟哝哝，反反复复。像个男子汉。北部大型公办的屠宰场红白讲至少有200名违法的义工咧做头路，业者无提供水暗，恐惊会变做是防疫的缺口。柯文哲搁甲难题等候中央。如果只有4个，那也简单了。那如果是5万个，哇，这也不是现在马上可以处理的，这也是个大问题啊！台湾岛上有47000个没有身份证，等于是没有身份的人在活动。我是主张这段时间先叫特赦期了，不然要怎么处理？义工在社区防疫，中央甲地方拢真伤脑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